到自家嘅故乡来讲吼，会同接想到自家嘅阿婆，佢在我汉世家下呢，就突然间行来行去，但是我唔係啲呢位出世，啲呢位大，就講過年過節就會多轉來。我知道轉來呢位哦，就會想念自家嘅阿婆，所以我咪希望講新年呢，假使講有機會接轉來呢位呀，就新年來說是自家嘅故鄉。旅行呢件事情哦，係天天呢去感受呢四周圍帶來嘅眾多嘅東西。不管我係去那位老了，我咪會希望看到朋友日常生活當中看到乜嘅、食乜嘅、聽乜嘅。我知道呢位嘅體驗體貌當豐富，有比湯，有山拿，也有當多嘅調嘅哦。你也有學嘅，我知道我大概做了2年時間啊，就會熟悉當多嘅 nature sound， 一種好像有聲音又很易轉來嘅一種感覺。所以我也希望講，假使講不管係外國嘅朋友，也係其他位所嘅朋友哦，做得啲得呢條樹嘅啦，也係草嘅花嘅香味，也係講聽到調嘅聲音，也係蟲嘅聲音。對我來講，就係講還是家下冇一樣嘅記憶，但是做得兩下做得介紹不太緊，我只有當歡喜。我知道點親就係安樣，就係唔是做乜嘅事情，用糖嘅點點弄住壓起來，安樣就好誒。